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本，又到复习的时间咯。屏东啊，因为环境的原因，故所讲可以生产出品质最好的咖啡，也因为安尼带出几多特别的咖啡馆哦。今日也能就特别吼，去收几间喺屏东市的咖啡馆，有乜嘅故事，又有哪条特色呢？也能今日来邀请本质咖啡的头家杨世立阿立来同大家收介一下吧。欢迎阿立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本质咖啡的杨世立。哇，欢迎阿立来到我哋节目直播哟！等一下呢，阿立我哋香港专门介想要开一间安特别的咖啡馆，有嘅咖啡馆直播有哪条嘅特色咯？首先先来请教一下阿立吧。阿立，唔在开一间咖啡馆之前啊，有做过其他嘅工作冇？有喺卢卡天数总工作跟强嘅。强嘅，按你讲方嚟，有多多嘅行业，唔肯入对哪只嘅行业？你陪你。你陪哦，按你我能轻松嘅，你顾存嘛，又喺哪存？你陪做味存。做味，真是喺轻松嘅呢，係做味存嘅呢。哇，按多，唔過卢卡本身係做钢鐵啊，吼，更重要嘅事情，做乜嘅唔會想到，去挑一個無窮嘅環境去開咖啡館咯。因為佢周邊嘅時間，我太熱，對瓜地馬拉，好嘞，伊開嘅咖啡店，我路佢周邊嘅時間，不用加嘛，路去撩，可能嘛唔知以後周邊做起來去奈撩，唔去奈做事，路開始學咖啡的東西了，那開始去台北，學習個專業的咖啡知識安尼，佢學習的時間都想到講，看看以後了開個咖啡店，安尼好誒，如安尼開始做一個事情咧。咁就講，學嘅一條咖啡嘅知識嘅時間啊，冇先去其他地方，可能去學習啦，也係講先去吃可能先，你直接嘅聽講，我喺度開一間咖啡店嘅安尼啊。不過我喺開店嘅是開店前，我先去高雄，到高雄，高雄嘅咖啡店先學習，是做半年嘅。那開始準備我開店嘅事情安尼。也係先去有其他嘅地方先看看啦，習慣一下講，到底開店我哋需要係乜嘅，會遇到乜嘅問題安尼。唔過開一間店嘅最重要，盧卡本身唔自家有在聽書嘛？盧卡爸爸媽媽啦，堂東我開一間咖啡店嘅，見你自家嘅反應係乜嘅？一定做乜開咖啡店？要學到冇？要學到，一定都講你考試啊，做公教人員啊，還是什麼？個文天的工作啦，個文天工作誒，係啊。堂到嘅時候啊，係用辦去同爸爸媽媽先說服佢哋，本佢哋先安心一下安尼。其實按來講我哋開始前咖啡店嘅條路誒，伊講可能做一晚唔會差，我有經推人講，咱冇考試，也個咖啡係我興趣嘅，開始做誒，有做出一些成績給他們看了啦。公司採發，因為總編係講吼，係開玩笑嘅，青菜公公啊，冇做真是認真去對待一個工作，係見人個講一下呢。唔過看到按認真去學嘅，甚至於去上班，準備嚟開業嘅，見人都感覺到，真是一個係會唔係開玩笑嘅。做。這個開店啊，更加唔能原本嘅地方係睇女僕嘅嘛，用辦冇睇女僕嘅開，但都走啲屏東市入邊咧，係有乜嘅原因嗎？其實那個女僕其實有騎腳踏車，買咖啡買了2年。這2年準備時，我先練習跟客人怎麼應對。交流。那這個東西完之後呢，我開始開始行條嘅，學先用行條嘅，行咖啡條嘅，開始買咖啡條嘅本開店嘅人，開始做慢慢查，甚至有賣咖啡豆給飯店，飯店係，唔過佢大家都多啦，疫情，給疫情時間，給2年，我比如說一整日可以賣5萬人到10萬人的
咖啡调的不一定。啊，不过以前拄到的，后尾才嘛个愈毛的，嘿，过2年，以前2年啊都咖啡调的买本人的嘛毛的，啊，只个出去买，嘛无人按刚出来买咖啡安尼。那个时节愈开始，天数愈较种强的啊，工作啊，好先安尼做，安尼存钱，啊，咖啡的事情，以往又去学习，买书啊。买去学上课啊，安尼。就等于讲，其实你在准备的时间，你之前还有去用行通去叫他查，其实你不会特别老吼，练习交流啊，顺势买咖啡，没想到遇到一个疫情，真是对米的行业吼影响巨大啦吼。啊，现在屏东市更加有个起点。想的地方喺点呢？怎么给我想到讲，应该更加现在有个地方来。主要的原因係。冇按多些，用係現實的考慮啦。即考慮，先買個風的地杯有價啦，係啊貸款啊先做，係啊唔過佢風的地杯呢又配啲特色，講你都一個風的地杯，啊你啲咖啡店，聽新的地方佢冇共樣的感覺安尼。更加可以請同大家好好紹介吼，這個店嘅更加可以喺屏東市有某個環境上有某個特別的地方，能用心用做嘅某個好冇？好，主要是我們在巷子裡面，但是呢，我們裡面的裝潢中縫有2種風格，一邊座位區呢是瓷磚裸磚式的，然後另外一邊我們工作的地方是。比較韓式風格，它是一個不一樣風格的衝突的空間。對。那我們裡面呢，除了咖啡之外，還有我們自己製作的甜點。對。那這個甜點呢，除了是自己研發，也有請法典老師來教我們怎麼樣做這個蛋糕。哇，嗰所講一行一去，唔係像一般的店嘅可能固定的一個風格，係有2種。啊，上嘅大咖啦，翕相嘅人都可以自家選擇吼，我做一片，我都滿意咧。啊，迄都唔能嘅工作嘅模向上都唔能，又係另外一個風格。有個咖啡店嘅吼，自家總係按有特色咧，唔能自家對一間店嘅吼投入咧，有乜嘅精神，也係講。其他嘅宗旨係睇嚟，自家可以同大家分享嘅，好冇？最終唔能那個名嘅，怎麼個按一個名嘅呢？好，主要本質咖啡，它在於人事物。我比較屬於希望它的本質是好的。那像人的話呢，像我對員工呢，我們不是一個從屬關係，是一個朋友關係，在維持這個老闆跟夥伴的關係。我可以天數以做嘛個比如說薪水還是學習上，比如說請新上來，另外的地方搞一點做咖啡的時間要注意嘛個，搞一點專業知識的東西。對，那然後物呢，就是比較偏說我們在選咖啡的時候，我們比較希望是它的本質是好的。那農民在對待咖啡，它是一個非常用心的狀態。比如說它的種植啊，它的肥料啊，它的預防啊，然後它的採摘的選擇都要非常的有那個水準。這樣子的咖啡呢，喝出來的味道才會特別的不一樣。好，那事情的話呢，我們比較偏是一個友善空間，所以進來到空間的，不管是狗狗或者是貓，然後比較特別的是鱷魚，我覺得很特別，他們就是帶來一起帶着他的寵物，然後喝一杯咖啡，過一個美好的下午，這樣子。嗰所講唔能有個空間咧，貼喺唔單止你去本人嘅感受，甚至講看得到嘅，唔能行喺一個寵物友善嘅空間咯。係，錯。喺咖啡店嚟講，算個貼喺個少嘅咧，因為睇做事咧，大家可能個唔放心本人家嘅寵物入來，睇下鄉下睇一個空間，為點講有個人個差異啦。講到真嚟，唔能自家一個安好嘅咖啡店咪，自家係調價嘛，做冇？錯。算鐵牌做調價做冇？錯鐵牌。你講到重點咪，鐵牌做調價，唔能點樣更加鄉下睇工作嘅夥伴有幾多年啊？
3年嘛吼，加上3年。没加上4年吼，其實睇下啲工作啊，第一擺做頭家，唔知個會感覺到做頭家同以前安尼本人強啦，也係講自家喺錄下工作，嘅差別喺哪呀？有個困難嘅地方嗎？有哦，喺管理上面特別困難。哦，可以激勵下冇？我同你講，安尼講啦，我管理嘅情緒，哦，他的家裡。你要管的东西非常多。你除了发薪水给他之外，你要照顾好他的情绪。那在工作上，他就可以帮我好好服务客人。好，然后所以非常多小细节的东西我都要去顾到。对的。哦，真是，做头家真是冇像人这个上的案件啦，做人家讲诶，发薪水本期，人全国都一些，人都可以抢得到好的员工，更加亲像唔系安尼哦。没，抢人哋。你来2年为1年半的伙伴，像他，我就要帮他规划他未来可能要做到什么职位，那我要给他什么样的学习，那在管理上面，伊妈可以是学习的，哦，因为以后呢，会变成店长，可能在这边他要开始学习了，对，这都是我帮他们规划的。就考慮到講其他呀，唔單止係伊個工作，佢還可以繼續本自家更加嘅進步。某一天，喺100年嘅隔壁可以分店，甚至講佢自家有規劃，也可以去開其他嘅店嘅。哇，觀眾朋友，你真是鬼3萬嘅後生嘅呢！今日嘅隔壁店嘅也真上癮哦。唔過地方還有哪條好食嘅，也係好聽嘅故事呢？休息一下，也能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。歡迎回到福喜來嘅節目。前面有講到啊，你為到要開一間咖啡店嘅，幾個用心哦。除了去上課，甚至係自家去實習。唔過除了安呢，聽講啊，佢係為到開一間咖啡店嘅，去考嘅幾道嘅證照呢？到底係考嘅哪道嘅證照呢？繼續嚟請教佢一下吧。你聽講啊，唔自家為到要去咖啡，唔單止去學習學咖啡嘅知識，甚至係去考嘅幾道真難考嘅執照。同大家講一下，到底有哪道嘅執照好冇？主要是我考了國際精品咖啡師，它有分咖啡師、烘豆師、金杯師，跟感官，對，它非常多。那幾乎我把該考的都考完了。那最重要的一個證照就是國際精品咖啡品質鑑定師，名嘅貴重。那它縮寫就叫 CQI。那這個東西呢，就是在咖啡的品質上面，我們會做非常多的訓練。那我們3年還會回去測一次。如果你沒有過的話，這個鑑定師的名聲你就要被拔掉了。對。嗰個一個證照係講，佢千難考之外，佢還要每年，唔係每年咯，每3年過去認證一擺。佢嘅意思係講，有個咖啡嘅品質管理嘅師傅啦，有一個認證過嘅，佢ထုတ်出來嘅咖啡如何一定有一定嘅品質。安尼竟然按專業嘅咖啡師ထုတ်出來嘅睇人哋嘅店鋪，應該幾特別吧？就順著安尼，你唔錯能紹介一下，用專業嘅角度能顯出來到底有哪條特別嘅調味，好嗎？好，那我們怎麼選這些豆子呢？其實它就是在很多貿易商上面，他們會有非常多的豆子。那一個國家的豆子呢，它就會有30幾種。那從這30幾種呢，我就會去挑選其中的一支，符合它的價值跟價格的豆子。對，那它的品質上面看有沒有是過季的豆子啊，或者是它在處理上面有問題的豆子，這個我都會把它排除掉。是的。那像我們本質咖啡呢，除了我們有一直在賣台灣的豆子之外，那在國外的豆子呢，像肯亞、哥倫比亞、伊索比亞、瓜地馬拉等等這些國外的咖啡豆，我們都會販售，那都會經過我們的評測之後呢，認定它的品質是 OK 的，我們才會買進來上架到我們的咖啡豆上面。原來安尼，嗰所講唔能點樣更加嘅調嘅，應該攏係有一定嘅品質，也係講有特種嘅。我有聽過有人安尼講啦，講有嘅點樣買去
国泰的讲人下个喜欢的，但係有一點我會特別先講嗰種人講冷門的調的，各有個性的，唔能嘅點方屬於哪一種的呀？俺哋用的路油，然後平衡路油嘅，可能比較特別的風味的會有1、2種，然後傳統的也會有1、2種，佢特別會俺哋屏東種的咖啡，種的係哪一包啊？可以。那一包哦，前面有個紅色、水紅色的，水紅色的一個包，哦，也是我們大武山，他們山上所產的咖啡豆，那也是今年屏東的咖啡評鑑賽，在12名，在30幾名之中拿到前12名的咖啡豆。哦，很厲害哦！其實個口味啊、風味，檸檬來係用版啊。比較像是堅果柑橘類型的咖啡豆，因為它的焙度是比較偏中焙。按你講開來啊，其實咖啡調嘅唔能即係睇專業嘅角度來看，而是淺焙過後，又係中度深焙，有到哪一種烘焙嘅長度唔能夠推薦啊？應該說每一個國家跟它處理的豆子，比較適合哪一種烘焙度。那比如說台灣的。我們都比較偏淺中焙，這種焙度。那像瓜地馬拉那一種國家的，他們就大部分我們都比較偏中深焙的烘焙程度。對，因為每一個國家種出來的豆子，它有它的產區特色。那這些產區特色呢，它適合的烘焙度就會不太一樣。那大家比較能接受哪一種味道呢？才是我們去嚮往的這樣子。哦，原來安尼。人下假使講迄種人地方，佢唔係講用辦去食那個咖啡調的，唔能夠用辦去推薦。有的人會講酸，有的人會推中焙、中深焙的豆子。哦，咁唔會很酸。也米頭會重一些。因為淺焙跟中焙其實我們有一個講法，在健康上面，淺焙比較算是比較多抗氧化物，會讓你的身體發炎是比較降低的。再來就是中深焙，它比較偏是顧腸胃道。那其實這些都建立於說，我們去找它的時候，它是一個精品的豆子。因為在外面呢，可能會有一些豆子會有瑕疵。可能是去年的咖啡。他們其實都很需要是新鮮的。對的。嗰時候其實有個咖啡地位後面很貴多呢。但是講這是唔啲嘅話，呢種人點樣也可以談，也係講人點樣嘅點鐘啦，其他工作夥伴好好來收嘅，甚至係學習下一條咖啡嘅知識。除了食咖啡，條都唔能有收嘅都講唔能貼配用心，唔能點樣嘅點心，也係個難得嘅呢。從基本上唔能帶過來嘅幾人講，佢看好來就鬼想念事，好好來收嘅係爸爸。我哋點更加帶來係鳳螺批咧幾輪搞？係哦，有嘅係鳳螺批做嘅。係鳳螺批做嘅。等下我拿開來看一下，鳳螺批咧，有看到冇？看唔出來啊！不過當個看得出來，有嘅奶油當個沙係堅果啊，底部有幾多堅果喺底部。係。哦，按人家顯示看那些味道嘅嘛嘅，按順勢繼續嚟收嘅一下。好。鳳螺批咧幾輪搞？那紅蘿蔔蛋糕呢？它其實是英國的一個很傳統的蛋糕。那在台灣比較少見。但是它的味道，它其實不會有紅蘿蔔的味道。它比較特別的味道是它有一些核桃啊，跟一點點肉桂的香氣，然後再加上上面的奶油。也是我們有稍微去調過的奶油。真是的呢，阿弟，安尼是啦，喺 PS 節改用，食下去更加用，食唔出來嗰種蘿蔔的嗰種味。錯。唔過有失敗嗰種肉桂嗰種味，還是還有試出來啊。等到個蛋糕嘅奶油啊，每年底部有加一些檸檬也係嘛嘅，有失敗嗰種純純嘅味絲，但係唔係改重咯嘅，有一些點綴想念嘅感覺哩。那你不用是檸檬，也是屏東的檸檬。哦，難怪哦。食下嘢時節，貴嘅幾輪搞啊，其實唔係本人過膩嘅感覺，唔係過甜，但係呢一口食下去，我有一種清甜，還有獨特和檸檬的神秘傳出來，你就會一直想要去爽跟那些，那種堅果有冇？
很香很香哦，真是鬼后生哎。所以这个蛋糕其实它有非常多的层次。对，所以他吃的人呢，他们都会一直回来，甚至我们店里有特别多。在屏东的外国人，他们特别喜欢来我们店里吃红萝卜蛋糕。真是姜色跟红萝卜你可以吃过那些。你红萝卜的，你会先菜剔个小农种的呢，还是特别去透过啊？透过一定会过太条的。营养比较好的。安尼先不用等一下俺来听见的是，等一下大家都。看来枪支也给人搞，真是蛮好吃。也给给人搞，当时怎么个会想到来做也给来批人地杯的咖啡啊？主要原因是我哋想做屯配人无腔的给人搞。像红萝卜的给人搞，我看屏东高雄冇乜个人可以做也给。真是贵少看到，贵少看到。香港请来师傅研发一个好吃的。红萝卜蛋糕，对，所以因为这样子呢，大家特别来吃这个蛋糕的，真的是非常多人，然后甚至是有一个很在地的英国人说，我终于在台湾找到英国的味道了。安尼哦，英国人喺人点方式都会讲，都系落下米汤，哇，安尼人做有成功呢。除了一个红萝卜的给人搞，人这个还有用心去。作为那道的其他甜点，睇人点方式的道的啊。好，在我们店里吃得到的，其实除了甜点之外，还会有咸派。牧羊人咸派啊，野菇咸派类型的。像有的西来一点类咖喱条美，一点上会吃的是咸的，然后不要吃甜的。我们还有特别说，在甜点上面呢，都是以法式的师傅帮我们去。研发的，那我们不需要太漂亮，我们是以好吃为主，这样子。但是看好了呀，青好是青香颜色的啊，怎么？就像俺人讲的，有的人哦是很甜甜的，因为想会是一些咸咸的；有的讲是很咸咸的，就会是想会是甜的，来综合一下头头吃的那种东西的味道啦。真是贵好呢，假如讲有限的时间吃材料水比好，里面咖啡披上一个鸡卵糕啦，也是讲咸派真是当忙不用说，挺欢喜的一件事情呢。除了安尼，人自家的点方啊，打造的安好的气氛。有人下去到嘅时阵，会同人讲其他的建议啦，也係講回饋嘛。就像自家頭都講嘅，用英國人、外國人去到人嘅講讀到家鄉嘅味道。有人台灣咯，但係其他人有其他的反應嗎？台灣人對於雞卵糕的印象只比較偏是好吃就好。不过我遇到比较是咖啡的客人，像有个陈大哥，伊是都来咖啡，伊就讲你安样讲咯，是都来咖啡呢，伊就讲几好吃，下摆爱吃起来拿一刀钱本，比如说松柏拿一万元本来讲，因为是最好的咖啡，很爱请，佢特别，然后有的人还是讲。会教我，可是教你会煮咖啡哦。这个一套方式。错，还教你讲，一个咖啡应该要用的咸，用的煮。讲好，唔怕挨糖唔讲。不过有的银行最好的地方是这样讲，他们提出来的问题，有时候是我没有想过的。无想的角度。无想过，无去面度过啦。等他们提出来之后，反而我会去找那个答案。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又学习到更多东西。也係本進步嘅一個通練。你幾好啊！就係你自己以前從去叫他查嘅時間，培養出來同人客互通安尼嘅方式，都用啊係更加點好。对。更加點好，從一到人客都變咗同從朋友咁樣，無時會幫人鼓勵，也幫人支持，甚至於講，從頭都講嘅，其實會有無窮嘅問題角度提出來同人講安尼嘛。安尼你這個進步幾大呢？大家明白都會幫無窮嘅問題，有考到你的那個問題嗎？有沒有，目前沒有。對。因為幫人無窮嘅發想都係。錯噶。哇，觀眾朋友，可以跟咖啡店嘅也真是幾有意思呢。像阿里巴巴，除了用心去拓台灣，甚至還用心做幾道嘅點心，而客也樂於同所有嘅互動哦。唔過一間店嘅還有幾道嘅故事，我哋休息一下，看吃茶也是咖啡，繼續再來同大家分享哦。
安好一間咖啡店咧，有安好嘅內容同環境，除了年下嘅支持同肯定之外，安尼隔壁連鎖今日有兩版嘅反應咧，我哋請教一下阿里吧。阿里，你咧咖啡館啊，頭都有講到吧？我哋咧好嘅都地杯，啊我底下講，這片大部分攏係人家自己的住家啦，吼。啊我哋一間店嘅開下頭嘅，大家睇咧反應係乜嘅呀？第一個反應講會講。會不會有油煙問題？超多太假啦，環境會唔會有嘅個惡做一些安呢？其實不會啦，咖啡在油煙上面其實是比較少的。對，反而咖啡連鎖吼，佢好來帶朋友來入邊是咖啡，像我可以開下時間吼，先送東西俾你哋。先去教過一下，大家打好啲關係。聽講啊，反正我今年開始開下邊做咖啡。然後開咖啡店嘅，然後如果有冒犯的地方呢，好，我先跟你們道歉，這樣。哎呦，你當然會做人呢。主要是他們也覺得我的咖啡跟咖啡廳做得還不錯，那都會帶朋友過來。真是，如果隔壁連鎖可能不是會去你嘅教官。哇，安尼幾好呢？除了這個諾貝爾年下之外，也重點一類哦，爸爸媽媽有去過你嘅店鋪嗎？媽媽有來過，其實我爸爸佢2019年都冇出嚟，挺認真的事情真遺憾啦，爸爸還冇看到人家成績，還冇食到人家嘅咖啡。媽媽去個時節，佢都有同講，做唔會差哦，有同肯定冇？有啊，人家路我話成年過好冇，咪拜過去問，今年成年好冇安尼，係會關心我們一下。媽媽會講，安尼安好嘅環境，佢都不只高興嘅錯喎。唔好，人家伊嘛喺身體上面有些某方面。唔過記得，即最少媽媽有看到你自家嘅成就，也肯定嘅吼。係啊，錯啊。除了睇嘅開間咖啡店嘅，有影響到嗰片咧隔壁連鎖，有作為咧社區，本有嘅社區可能地方上更加講有質感，本有嘅地方更加好之外，你自家睇下對一個咖啡店嘅，除了賣東西之外，你還有做其他方向嘅努力嗎？其實我哋咪有可以搞咖啡嘅知識。開課係，有一課程呢，像我哋在咖啡不是會有拉花嘛？我哋特別請高雄嘅先生來，我哋呢店方搞，係，我哋會推薦書，就嘅學生嘅，愛學咖啡嘛，愛落來，係，我哋本身又可以搞嘅咖啡，用嚟煮咖啡，係。我告訴講，佢都能嘅，除了識咖啡，甚至不是，還會有可以咖啡知識的課程，嗰個。錯。你嗰邊課程會收費嗎？我哋也課程會收費，不過我哋課程嘅收費唔會幾貴啦。下擺有上過我哋嘅課吼，年來我哋也邊識咖啡，還是幾兩個，買條嘅，都有打折啦。變咗你上課係嚟就變飛燕嘅，係上課係變嚟飛燕嘅。安尼幾好呢，唔單止可以識咖啡，甚至還可以好多地方嘅知識。唔過有嘅上課有嘅情形啊，像唔能上課人員，如果有啲學生嘅，佢係對內來唔能有大概看過。係對高雄啊，又係講菜天人嘅屏東人嗰度。主要係菜天嘅，係一定對咖啡，像一定想，尤其是咖啡嘅習慣。那伊可以錄下，伊即個煮咖啡煮嘅路，伊感覺唔好食。想講來，我哋那邊學習開，過去煮咖啡嘅時節吼，煮嘅幾好食一些。本質家有進步，煮嘅幾好食。你會唔會講講？等下要來上課啊，所以學嘅之後變咗講，佢自家買嘢都唔能點烘嘅。唔係啊，有時話喺過嚟問人哋問題啊。我哋要教過一定以後吼，一定過嚟問問題，主要我們都是免費的。其實人做上課同做年下嘅生意共用啦，就係唔講講佢哋學會，其實佢哋只要有個機會同人真實互動，係都變咗像朋友共用，等於講大家更加關係就更深刻了。你哋開課係固定嘅，也係冇固定嘅呀？冇固定嘅。冇固定嘅。係從1年份到6年份吼，更加又可以搞各種生，一啲社團。去社團去搞哦。係，
应该都高一点用的煮咖啡给掉，还有的时间会去太后，变成一个讲师，一样是在教课程。哇，你搞个番米柜台呢？对。新年呢，學國中生好多太好食，有去搞老年家的嗎？有，那年其實我們店裡一直有在推老人的那個一些活動，或者是說特殊人士，比如說在特殊身心障礙部分，像這一部分我們都會去協助，會去教。然後讓他們在生活上有多一個興趣，這樣子。不過今年因為有貼合身體啦，又有講其他嘅關係，睇學習嘅時間對今年來講會唔會個困難？會唔會因為按嚟去調整課程嘅內容，本今年個好去接受去學習吧？不會，我哋會因為各群的不同而去設計不同的課程內容。所以我們一直有在接一些比較特別的族群，他們要的課程。那也是讓他們有做好，有自己有能力做一個東西的那個很開心的成就感，讓他們去感受到這樣子。像我們頭都講嘅嗰種拉花嘅課程，就有種應該係最多人去學嘅嘛，吼。大家希望看到唔單止是一杯咖啡，可以看到咖啡上出現獎嘅圖案。你能教學之後，有看到嘅學生嘅佢能做出來，佢能親歡喜，也有某個回饋俾佢哋冇？會啊，一定會親很歡喜啊。有的時如果講，不然老師我來學下一個圖好了。然後拉完之後呢，他會拍照，然後就分享給我們。哇，係啊，所以嗰時候講，唔能有嘅課程真是喺唔能巔峰。另外呢，其實唔係搶買東西哦，唔能可以睇下好多新嘅知識。除了按呢，唔能自家嘅咖啡啊，可以睇巔峰式，可以有嗰種個特別嘅設計模，因為我看到唔能嘅包裝，唔能一定有搶嘅設計師特別設計過嘛，做冇？有，我哋就主要嘅設計師可以同我哋設計一個包裝，還有今個中秋禮盒。錯，我都想講做個安獎，會唔會有人下同我講，人哋可以買人家咖啡哈，同人哋裝一下變做一啲電路去送人咧，有安尼人下冇？有時我哋人還會同人買個耳掛。咖啡掛耳包，然後特別去裝成禮盒送給客人。人哋設計頭都講嘅，唔能特別搶嘅設計師嘛。即有嘅設計唔能要同佢溝通講，一定要有某個元素喺底背冇，因為我看到同一般嘅人看到嘅冇嘛相同嘅。因為我們本質咖啡會有我們的理念，那就會從我們的理念開始出發去設計這個包裝，比如說，有一個是山坡，那其實就是在講說，我們的咖啡豆都是在於，很好的產地去種植出來的，然後咖啡的那個形式，它都是屬於我們的空間是溫暖的、有人文的、有產地的這樣子。如果一個元素唔同設計師都包含喺底背，甚至於講唔能嘅禮盒也係用一個理念係去設計嘅嘛。一個禮盒會隨着人講一年四季無共樣嘅季節，也係講節慶無共樣，唔能推出無共樣嘅。會會用包裝去重新設計過。所以我每一年都會有一定的預算去付這個設計費啦。佢用心在推一個事情呢。嗰時講，我假設講今年中秋節，我想要送禮嘅話，先可以先去問一下講，能今年今年有推出某個中秋節嘅禮盒，安尼嘛？可以啊，像我哋今年嘅推嘅禮盒是底部有屏東嘅咖啡，屏東嘅鳳梨，用鳳梨做嘅鳳梨糕。泡咖啡有點心，將下提嘅禮盒裡邊，哇，佢可以啲點心嘅禮盒呢吼。我們都會用在地的元素去設計這個禮盒。安尼我大力支持一下。除了安尼，更加已經做安好嘅嘛吼。未來唔能自家對一個店嘅有乜嘅想象，開分店呢，也係講推出無共樣嘅計劃。未來嘅話會開分店，馬上喺網絡上面。可以是販賣我們的產品，這樣子。很名如紅哦，很名如紅。就做一啲有自家嘅平台啦，吼，來對大家講，能有哪啲嘅產品可以去點安呢？應該講安好嘅產品，應該可以往網絡上賣，讓全台灣
甚至全亚洲人可以买到我们的好东西这样子。除了咖啡店是买到吗？店是蛮多，一天的人的店都是。就像个某个人家讲，Uber Eats 啊，某个啲人讲，某个东西点得到，某个东西点唔到安尼啦吼。我就比较偏说，大家来屏东玩的时候，可以来我们店里喝一杯好咖啡，跟吃一个很好吃的甜点。唔错，有啲东西行爱睇嘅环境底下，适度新鲜的东西，才会有嗰种感觉。真是一个系最好嘅。也希望讲真是有一个理想嘅好嘅咖啡店咧，可以将一个理想啦，常常嘅推广出去，尤其係我哋这个屏东菜系嘅好东西。假如唔能，也係講其他人繼續嚟同人哋推廣一下，本更多嘅人嚟認識我哋菜系和我哋嘅屏東。今年啦，真是大家有好多東西冇，也係講認識一個好嘅咖啡店冇。今年真是該感謝我哋阿弟帶來安好的咖啡，同今日嘅咖啡的知識咯。再一次感謝我哋阿弟，今年帶來安好食的東西和點心，同安好的故事分享哦。多謝。多謝主持人哈，歡迎大家來屏東的本質咖啡喝咖啡，我是阿力。好，來去食咖啡之前，同樣聽聽我哋先生來運動一下吧。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，記得點讚、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，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。